个魔海呢，黑两个珊瑚菇，那个魔海东西哦。刚抓的嘛。大锅子里面捞的。哦，要跟大家解释哎，以后大家真的都给我推荐下去挖珊瑚菇，然后说是有魔海。你们要试试看看吗？太烫了。要吗？那你换一个人问，要我喂你们吃吗？好开心的哦！跳下去，好特别哦，优米。因为安妮她讲已经冲那个胡椒粉，客家人补一些法粉也会直接这样倒啊。然后做够呢，做够。大家看看，冲一下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主，我係中白票。今日呢，你來到台東亞島 V 今日參賽者也是被台東的朋友們包場哦。當然還有一個重點，叫做我們來到這邊，我們也把場地整個包下了。太緊緊哦！我們已經變成一個觀光景點。文訊詞係吧？對，剛好董董你要來拍我們。係啊係啊，我家講到重點啦，根本嘅流人嘅素材為什麼咁安正哦？後背後就係上次是有小介個嘅，就係大埔區真緊就這樣吼，兩片嘅美景哦，看唔睇，因為環湖步道，還有紫航菜插頭哦。我們助理不是還說嗎？等一下，你流浪區流到一半，他們要去後背就爬山啦。對，從後背呢做倉船呢，還有這個 SUP 做高哦，然後做高嘅東西呢，師傅呢都用啊呢。好，接下來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師傅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森之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阿朱師傅好，大家都會分享到係青牛鳳記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，阿鳳哥好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參賽者，你風吹也嘅呢係兩隻鼓手啦，哈！分享到也嘅牛鳳記老見面記，分享。有見面的哦，大家好。之前有來過哈。第二季啦，哈，應該運動咗。有沒有想我們？有特別想我嗎？沒有。所以看一下咱推呢一片哦，係來自推動樹嘅表姊妹哦，仲春香、新勇咯。主持人大家好。兩村呢，你來自比南，也嘅來到為推動師鼓手推動包場誒。現在我們看到比南也特別嘅推薦嘛嘅好高好食好料誒。第一本啊，泡溫泉。安尼會泡溫泉，不過嗰邊有一隻地方哦，做得去運動，去吸收嘅芬多精，然後嘅樣嘅森林遊樂區。哦，嗰邊有條嘅好漢坡哦，做得去運動去上去，嘿。日本國家先啊遊樂區係嘛？係。哦，聽講還有當到家嘅生態當好，係啊，看鳥嘅啊，看養養嘅也得。自然生態真好。家嘅有冇要去客山？看我去7文錢，擇一就好，不然一天會太累。係啊，因為你剛剛講的好漢坡哈，我聽到就不敢去了。對，是好漢啊。其實上去吼，最少10公斤哦，我小介下攞到推動樹去現嚟片去搞。哦，有啲台南嘅荷包，客家吼可以交水，啊個又可以溯溪。哦，也個安尼骨短人唔甜，私人的秘境啊，私人的嘿啊，所以吼，來了話吼，對聯絡人咧也在體驗人，讓第一帶人去了。哦，啊，觀眾朋友看到呢一片吼，記得咯，仲春香，吼，所以假使上係大男性，先下仲春香。啊，讓來唱藝嘛唔怕，我要帶人去了。我們等下下班直接去好。可以啊。好啦，其實呢，唔是大家都講到底，所以來到花蓮台東也所在，行到哪都會好料，因為此年金子清獎啊呢，特別冇嘅。唔過今日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這一關呢，睇起來係個個拿出不卡嘅秘密武器，觀眾朋友應當期待台東亞島 V 嘅秘密武器會不會不一樣？啊，我很期待哦。來看一下風吹，兩個係乜嘅？推頭班，去亞洲哎，去亞洲嘅，借我一下。好，我覺得它真的不一樣。係啊，那白天的它都透，很透，答對了哈，給講先冇用。你係天板吧？
很像年糕，像年糕，对啊年糕很漂亮。那传过来我们就不会传回去了。姐姐七家整呢，跟你几下？七家做的啊，哦，要纯的卤皮板，好，老米，纯的卤一条板，我就用个出来米的粉，然后卤皮的，用下一整，好，按照了哪样嘅七家做的卤皮板，今日带来料理我的妈咪。韩式菜头板，哇，韩国式的菜头板，他们从走年糕穷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，哇，泡菜没七家做的吗？嘿，泡菜没七家做的，我随便问的，我随便问的你。该不会是卑南欧尼？哦，这猜听你自己努力喝啦，差不多都会七家不砍丢了耶，都是最棒的。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哦，加油那就再看一下咱皮里阿票，你秘密武器哦，动菜题哦，今日带来了秘密武器是马盖蜜制腊肉，哎呦，最爱了。客家人真的很爱吃腊肉，不过你要腊肉哦，来少改一下。哦，也个含迄阿妈传下来的，哦，啊，底部有人呢五香，还有人呢胡椒，哦，还有胡椒哦，黑胡椒，哦，胡椒，伊传下来的阿妈属意，俺爱好好的来。啊，今日那里哈，皮肤很好的ham中有腊肉啦哈，做乜嘅料理咧？菜苗运动，腊肉温沙拉套餐，哎呦，它套餐呢？它的套餐是有加薯条、大可，那个是不营养，有点甜甜的甜点。非常期待哈，等一下，慢慢เรา記得有啲少改來富英雄，等一下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哦，加油！好，六子都已經正批後先，天草馬上開始倒山，3、2，讓開始。實開始，記得做係全件動好誒。哎呀，因為冇看過硬醬嘅腿條板，老闆板都講哦，而且都紅灰色的。你也很喜歡吃韓式吧？不要看人家眯眯眼就這樣子呢。什麼意思？歐巴嗎？你動作好過癮啊！好，來。今日這樣叫無看到誒。哎呀，像你哋喎，慢年係做鼓手啦，慢做鼓。伊迄手，我迄鼓。哦，感情安好呢？係啊，當然愛嘅啊。說買來係養呀係，第一名。像養羊咧，你太忘記了。係啊，養。因為來就是贏了。拿了3000塊也不記得咯。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剛剛看個彩條板需要發現我去動頭，你們的比例係？比例應該就芹菜做的呢，沒啦，冇啦，那就糯米粉的呀。我用嘅再來米粉啊，再來米粉，再來米粉就250克啊，還有韓國嘅菜頭就下豆的就600克，咁樣水就差唔多沒600克，咁樣到幾咁樣嘅。我看記得安樣做嘅菜頭板吼，通常咧做串點地背都越背少嘅。那像我愛食補一個做嘅不加風通頭啊，香菇啊，港式的啦，港式的，一下傳統嘅菜頭板啊，安尼說咧，安尼地背要加嘅胡椒粉啊，因為安尼較簡易嘅青蔥加嘅胡椒粉，當多嘅配料就會加嘅胡椒粉。係啊，有個客家人補一些法粉，也會直接這樣倒啊。對。有啊，我冇做過呢，你做過？來，冇吃過誒。我們看一下你的韓式泡菜好不好？我們看一下玉芳姐啊，導邊。不習慣啊。對呀，對，我會看這邊。你要去搞做誒，賣你做誒。愛做嘅，健美做的呀。跟蠻厲害哦。可以直接吃嗎？做得，這感覺很好吃。地背肚就幹嘛嘅？蒜頭，還有肉皮的菱角打。挺好吃的哈。養樂多。發酵哈，哦，乳酸菌，哦，比較營養。啊，用菱角係味道會比較甜係冇？我當時看到係水梨啊，下多。水梨沒有啊，菱角沒。幫我們。當然，這個芝丁還會用到哈？會用到嘿。玉芳姐，這個是你平常拿來當腮紅的嗎？口紅哦。口紅啊。圖有乜意講哦？可能佢再上會中意啦，用阿公嘅色啊，阿公嘅色嗬，阿個色真好看啊，真正啊，係啊。哦，不是平常唔咩塗呀啦，唔咩啦，係阿公嘅色，所以個地背肚是係單純嘅辣椒粉，也係要參到
其他的？加咗辣椒粉啊，辣椒粉我真的有放什么腮红粉？我想讲，有啲因為挑嘅五香粉啊，也係嘛其他的。應該韓式的是韓式辣椒粉。嘿，就韓式辣椒粉，嘿嘿。而家辣椒粉喺本上係有一絲絲的甜啊，不過醃的時候會留一絲的個味噌的一醃，而家香味這樣會出來。好，我們先過去打個都轉來哦。好。你扮恁好咧嘛哦。嘿，一件好嘅，一個係狀況嘅咧。但是問題來了，你家下小嘅係溫沙拉豆，但係做乜嘅有煮板單咧？套餐。嘿，套餐啊。套餐。有甜嘅。要問一下玉農姐，玉農姐剛剛都冇共豆腐，你咪發都按香，皮膚咩按尖。對。牛農阿姐，我哋小計一下，除了嘅辣肉之外。哎呀，你阿地係嘛計啊？這是豬肉嗎？豬後腿。你當咗幾樣呢？火腿。火腿強壯啊！路橋，路橋。都叫。哎，對，耶，那路橋。對，自己做的嗎？這個是自己。可以吃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吃咯。什麼是路橋啊？甜味。一種有一點像蒜頭，但是不是蒜頭。你不給起款。你用蒜頭啊？所以基本辣辣的嗎？錯。所以它是一個醃菜。它是醃的，對。哦。哎啊，然後加一點冰糖跟檸檬這樣。凍好些咧。哎呀，但像崩盤就好咧。崩糜哈，係。哎呀，工作，哎，我哋金邊人吼，我安尼料理吼，主要我帶211啦。211。哇，大學生很怕聽到這個。所以講吼，4年準時畢業。哦。3ton哈，2份的蔬菜，分量的比例，蔬菜呢一定是2份。肉類呢，肉類要1份。哦。然後澱粉，今天帶的澱粉是這個，1份。對，211。對，這個就是211。哦。在解釋的時候，同時有一個東西不用落去。也個含的一個尖的安尼嘅。就走。哎，好厲害。哎，客家人攏會一個。哎，錯。哎，玉農姐，你是不是營養老師？我不是老師，但是對這方面會很有興趣去研究。哎呀，看人用批菜哦，很講究整個健康養生。哎，對。所以它叫玉農嘛。我之前就看過新劇有。透過一啲臉書啊，佢講動到會講營養的東西哦，會動雜種營養動作唔好選。但是我覺得他們有顧到這種好吃又好看五行的那種蔬菜進去。對。啊，個有營養誒。這個感覺超好吃的啦。好，你先過嚟，我做上來。好 ，OK，好，謝謝。哇！要分給一點點擦擦。哎，你看姑嫂哈，差不多年紀，特別有可是加入來時就懂有發講哎，像姐妹一樣。煙等係哪位煙啊？係新竹嘅美麗啊，你新竹，玉芳也是新竹哎，好有緣分，長得又很像，要再加1分啦。你總共失去幾分？加幾分？而家魔海呢，係兩個珊瑚菇，而家魔海東西哦，剛抓的嘛。大鍋子裡面撈的。我跟大家解釋哎，以後大家真的都給我全部下去抓珊瑚菇，然後說是有魔海。泡菜他們下一炒。哎，你下會下去，等一下就給菜頭拌落去呀。個蔥有做乜東西？蔥誒，等一下未愛落去。哦，他們切石頭。係，芒切。地內瓜係未芒切咧。係啊。地內瓜係擺盤咧，係冇？係擺盤啊！我等一下再過看一下。其實你也不知道它怎麼會出現在那。像辣椒粉嘛，需要表。辣椒粉等一下給菜頭拌落去，再給它蒸色哈，不給它醬。色它醬啊。哎，不給它醬。用落去色它醬。像用啥醬嗎？係啊。可是我因為炒雞這樣唔會爛的，因為剛才玉芳姐哦，佢切到凍後，你發現嗎？呀，就要強手強腳，哎呀，慢慢的來，然後佢變身，哎呀，就唔會爛的。所以應該它跑出來冇先切過吼。嘅唔是啊，你等下。你細節是切頭類啊。係啊，你等下食掌握有口感啊。我在想哈，他們之間的步驟應該在家裡面演練很多遍。冇嘞，他們兩個中間隔了我，也沒有在溝通，完全都低調鳥州哎。默契。對，你們都不理我們玉芳姐。所以你要有調味。對的，姐姐，辣椒粉你要撒，你要小心，因為大波池風很大。哦，湯匙，我用湯匙哈，我用湯匙哈。湯匙。來看一下風有多大。低一點。風按天了哈。沒有，
你也可以先丢上面侧风上。你确定你真的是顺风的呢？那俩就差不多就好了。主要的挑梅係泡菜。泡菜哎，泡菜炒，哎，就差不多啊。好。那就。天哪，好漂亮！哎，你还有走公交处哈？哎，你们看那个甜汤，我已经完全被吸引。对啊，而且它是用这个含竹用给油去弄那个很爆菇，哎，太棒！然后你看那个啦，那个哇，这个颜色许峰这是最好学的，可以耶！刚才1比例都耶。这个烫一下。那是1比例吗？对，就是他只知道这个很贵。有香哈。我要第二个香哈。其实你们整道菜就是做这个就好了。对啊，就不用就养了哦。哎呀，阿你想讲啊吼，不能吃掉咸的又吃掉甜的安尼讲吼。就2:1的比例啦。哎，安尼三传吼，那安尼肾哈，糖尿病、高血压会降低。那没有一听饮食很重要。哎，会哦，这个也会哦，会吗？会，一定会。那我要吃10份，抓好比例，2:1，1个月要瘦1.5公斤，这么快？好啦，那这边差不多了。哎，要说好，最后收尾的地方，我们请了李东升喽。好，烟草马上开始东升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有吃困难体育馆地图，来部卡米西卡站掉喽。推动一道面圖，已經睇起來都懂體態。先來試試看哪裡有個韓國式的蘿蔔板。哇，你要泡菜蛋上用也動用。它辣度調剛剛好哈。鹹蛋腸唔會凍辣之外，還會帶到甜味。哦，呢啲撈嘅菜條哦，可能係摸咗醬，所以哈，它的吃起來口感嘛非常的綿。而最主要呢，佢係個蘿蔔咧哦，先去撈給整個啦，整個過後過一整蘿蔔板的話，它就化在裡面呢。可是呢，人家蘿蔔板是偏比較有口感型的。古手給我看那一組啊，好好吃嘞哦，挺好吃的哦，可以點的。哦，走對了。嗰度可以點。那你的套餐要不要加進去？哦，安尼吼，我大排長龍吼，我安尼做成年我做唔起啊。哎呀，秀姐那種秀到熊潤咧。你下就完全，你下攬取出來這個溫沙拉套餐哦。要先吃甜的還是鹹的？哎呀，先吃肉。先吃肉。對，第一口一定要先吃蛋白質。哦，好。好。來。這個臘肉醃得好夠味啊！紅的也好好吃哦。好吃。它這個是溫沙拉，之前應該看是有舌頭，它黑白色哎呀，搶出一版都清爽哈，哎呀，什麼顏色都有，看起來好豐富哦。對，而且吃下去聽說會變漂亮。哎，對，因為漂亮食物吃下去人就會變漂亮。哎，超。辣牛個，佢要家下講嘅火腿，本來啊，我種當中繼續2種食材吼，但這樣是會過鹹。我店度做溫沙拉嘅嘟好，佢講嘅食到底袂嘟，佢帶都有蒜甜係咪？那個安尼路橋。哦，就是路橋。對，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畫龍點睛。對，甜板蘸肉給大家試看，還有這個酒釀的，哦，非常好食。哦，哎呦，嘣嘅狗哦，這點嘛，很大，這點哈，就是釋迦配着酒釀，一兩3年還懂夾的啊呢。所以底肚你不光還沒有加呀，給西班鹽或加其他的料都可以，甚至它直接吃我覺得可以。哎呀，所以重點是兩家頭串哦，多少錢是不是？現在不能開價。呢度你下是個水溫啊，到底要選個麼？給幾多款師傅有慢評分咯。甚至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耶！他是歐巴。哎，你下看一下啊，鳳哥搶本分數。哦，搶咗係風錢，有冇人用？不可能，怎麼辦？對啊，這套餐太貴嗎？馬上來講吼，然後一份鳳腿兩片呢，而家泡菜就個凍香嘅梅頭，蘿蔔糕呢凍釀，它就吸附它凍到個湯汁，因為你湯汁就對底度就炒過，香味用得出來，順味馬當好食。南腿兩片呢，食材準備呢個凍度，梅頭馬凍好。唔過呢，有一絲絲的個缺點就係個拌人啦，有一絲絲的乾硬吼，冇煮到燙熟。
然后那个酒酿呢就某一批哦，较大众地方迄样用。啊，放过你公平考。那么本该预防的分数其实袂冻简单啦。其实去改吹头板哦，做冻吼，还有点毛你湿度表面系该又入味，甲东西又一层一层炒，还有最后加该辣椒韩式辣椒粉，给梅头嘟嘟吼。啊，我要本难对真紧冻大松啊，那个甚至师傅讲的，甲板冷的问题啦。哦，还有一点是讲，像个红喜菇哟，其实咯，像个对伫个做西餐的做法是这吼，会炒过，干煸，煸不去香时的变化记的香菇味道是做的。哦，像个杏鲍菇强，你看杏鲍菇煎的，安是臭的，那像奇怪应该菇的浓毛强来落去煎哦，对啊，红喜菇啊，对啊，这太容易了。哦，才不要卖它就是了。就是卖它的话，可以价格提高80块。哦，走对。怕不怕？哎，你每利用你在节目咧宣传一下这种211嘅食法啦，我们错冻控甜。好啦，鐵罐係安用，唔講你睇下前休息下，打來看一下，甚至師傅帶來乜嘅料理，留睇下分享哦。食材好料理，耶！今天來到花蓮台東亞邊，當然是我們的這個後山王子，甚至師傅帶來料理啦，吼。師傅給你帶來菜名嗎？哦，這道菜呢叫做避風塘炒魔蟹。哎呦，你看，我跟你們說，對，有馬街就冇馬街，它的特色。有餅沒摸熱。對，你糖到馬街就會冇馬街。魔蟹在哪裡？馬街魔蟹呢，係兩個珊瑚菇。它是珊瑚菇。唔過呢，你看哦，而家青島嘅。觸角，我同衝嘅魔蟹，不知道魔蟹要幾多隻觸角？八隻，八個，剩下的要拔掉。呢個冇啦，愛用渣就當好些咧，吼，那個魔蟹凍翅哦，吼，那會剖哦，比桶剛抓的嘛，大波池裡面撈的。哦，用菜吼，幫你切一下。要跟大家解釋哎，以後大家真的都給我潛水下去挖珊瑚菇，然後說是有魔蟹。你要在虛街度選魔蟹，係啊，用嘛吼，幫你切一下吼。你切虛街做啲小計一下，因為剛剛講避風塘，避風塘大家要食過，我。做過就冇，吃過沒摸，做過沒摸，吃過沒摸，因為它是吃素的，你的避風塘該不會也不是避風塘吧？通常會講係用嘅蒜酥來做，啊唔過青島實在嘅人做唔得是蒜頭，啊唔過我基本呢就用嘅豆酥來做。你看，是不是它的避風塘魔蟹其實就是什麼豆酥珊瑚菇？所以按樣講啦，唔過青島嘅傳統用嘅蒜酥，而家成本挺高咧，因為就會撈一水嚟嘅挑水。哦，好，呢個係酥炸粉，哦酥炸粉，撈一水嘅水，哦幫佢攪攪，哦，幫佢做嘅粉漿，然後可以幫佢炸過170克嘅粉，啊240嘅水。哦，師傅啊，唔是不用暖香？唔是不用，大概酥炸粉低度呢就不用一水嚟嘅起司粉啊。哦，你本上就適度呢就會卡住嘅口感樣。好，大概珊瑚菇不用。是魔蟹。哦，大概魔蟹。我想是魔蟹。公嘅喲。哦，公嘅哦，冇暖的喲。不知道這道料理都在做嗎？哦，幫佢炸，哦。哦，跟住溫外凍過嗎？180度。哦，180。哦喲，凍驚哦。哇，這一定很好吃。那個酥脆脆呀。因為要過分啊，啲味道係菇嘅水分嘅熟起來，一下子全部落去，唔會養窮下。本佢走一出嚟呢，佢就會分開咧。哦，佢就會分開咧。所以話其他嘅菇都未做得啦。做唔得啊！有兩種嘅菇做得做了解，一隻係珊瑚菇，另外一個係烏菇，跳舞嘅舞。舞啊，跳舞。因為乜解呢？金針菇水分挺多，紅喜菇呢，佢冇了解嗰個腳啦，我要了解腳，看起來較強。杏鮑菇呢？杏鮑菇做唔得，做唔得啦。啊，唔過你自己愛食就做得用啦，啊，唔過傳統會做的話，就換過菜名。對。哦，幫佢炸一水咧，哈，幫佢炸到熟熟。
好，两片呢就来做个豆酥咧。好来，重点哦，来。因为摸个蒜头的梅是最好用啥咧？就我较豆一酥咧咯。因为了个豆酥迄糟个，就会较豆。像了个豆瓣酱，就会本去炒到就个红油，红油个红油，而家湿到个味道会较好。豆瓣酱很少哦。了个豆酥本身就有一丝丝的咸味咧，所以唔得豆瓣酱都唔跳豆，會嘛個會跳鹹。OK， 好，就個薑嘛，吼，去炒一下咧。日本嘅嗰種避風塘冇薑嘛咧？冇，唔過嗌冇酸甜啊，就用薑嘛來做取代。哦，咁去炒一絲咧，哦。所以重點就係油會下多啲哦。就會較多，等下了個不用下去嘅，就會糟咧。會細菌。會糟咧。好，有炒到就風油咧，吼，風油咧，吼，大概豆豉，它剛應該調絲，吼，它剛應該調絲，我俾炒一出嚟，而家層次嘅鹹味，吼，還有醬香就會按炒就炒出來，吼，好，有這個粉，吼，就是咧，吼，現在就要調味啊，好，了解，豆酥，用下來，其實他們那上面好，倒退了，倒退了。油啊，另外一个世界。那他们聊他们，我们聊我们的就好。哦，哎呦，哦，炒一下哦，不如分到哦。哦，有人哈，磨久了哈，磨久了哦，都得捧哦，來，你們老師都是不是喜歡小鮮肉啊？不要插嘴。對，都在講話。我咕老肉。對啊。會老桶呢？強不強？朋友要唔會試下嘛？真的是啊，有史以來看到來賓參與度最高的廚師做料理。你們要試試看看嗎？太燙了。要嗎？那你換一個人問，要我餵你們吃嗎？好開心啊！哦，跳下去，好特別哦！啊，救命！有沒有？你有切切哈？我老實說，嘿，你張媽媽做的好吃耶。我要你媽媽做誒。就是一個香菇粉。香菇做的啊。連講話都會。啲香菇粉你自己做的咩？冇去買嘅。這個問題啊，咩啊？睇到人家點做？嘅董事都會問過啊，你自己做的冇？本就係我係嚟滿嚟哦，幫人哋滿啊！有個係走嘅辣椒嘅哦。你係咁樣自己做的？自己種嘅咧。有個係宮保哈，宮保哦，洗澡就看溫暖嘅感覺。哦，對你們的溫暖。不要吵，你們兩個都不要吵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了。等下空點點等下放幾鋪啦，咁我問題做得冇。哦，用渣吼，就青蔥磨海的，本身有薑，哎呦，你回去姐姐他們這就有笑容。我們現在就現在都這樣站位好了，好，以後都這樣安排。哦，用渣後就後嘞，你撈起來。這個不用回鍋嘛？不用。會太油嗎？唔會。因為菇會吸油吧？會不會？冇相干，大概酥炸粉有較多，冇相干。哦。你們要試試看看嗎？太燙了。要嗎？等下你換一個人問，啊，你問看，要嗎？要我餵你們吃嗎？好開心啊！跳下去，好特別哦！救命！好了，把臉也就按油。在地人啊！好了，在別地方。好了，哦，含油香菜，翻一下嘞，哈。哦。讓它這樣扒得上去。大概係等下你要擺盤哦，最後那個不用容易就會。哎呦，就做擺盤哦。這也可以玩。這是哪家牛排店偷的？為什麼你站過來，等下片子掉？木煮都平嘅，都給摸係嘅，係啊。那等下你們前面要排隊哦，號碼牌啊。大概吼豆酥本嚟不用送去。又風風又嗆嗆，避風塘炒魔蟹，按用去後生咯。
某想到一出料理，就是本所有的姐姐吃到很欢喜。好，猜起来吃吃看呢。来，哎呦，哦，一栋素菜呢。哇，好香哦！这香味不一样，因为它是豆香跟姜的香味。金薯啊，豆金薯，这个豆酥，豆酥，好食吗？咩真好食。我的薯啊，底部有软安尼，释放下来吼，安尼炸咪好食。其实几条土菜哦，做当的点西讲吼，几个珊瑚骨落去泡的时节，其实都唔会干油哦，表面上会酥脆，啊底部真紧冻强是都该螃蟹孔哦，做了冻哦。这个都好食，南摆呢，他前面做的吃粥空呐，就说你还是宅吧，没做对了做避风塘的料理哦。头前呢，嘿，我们红队领先啦，吼2分啊，马上来进行最波米馆的挑战。百变料理网，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只系比面食，没有比创意哦。都带奶嘴真系正经嘅百变料理网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谁来上菜了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来到台东哈，有一只食材哈，非常的接地气，嘅外形哦，当像个细细嘅风灯笼。到底係乜嘅咧？一打開呢本大家看，就是六宣法煎筒。六神法，六神法煎筒哦。一般来讲，人家就講以六神天天啦。而且呢，還有另外一個名叫紅寶石，對不對？嘟嘟後呢個時間呢，就會太出的時間。那裡面呢，最主要是有呀，凍到的花青素啊、黃酮素，也對細妹人的養顏美容係十分好嘅。係啊，韓國嘅六宣法哦，因為佢嘅綻放時間哦，已經凍斷，造熏開發，這個到凍久的時間都是卡太的。所以就是要把握時間，好好的跟盛智相處啦，哈。怎麼又講到這邊來？好，我們講到六神，也就會做乜嘅料理咧？係啊，像我做啲老一出嚟嘅杏鮑菇哦，本佢炒啊，有新肉該做啲老嘅雞肉啊，本佢肉質會抗原那樣。哇，你講的就覺得很好吃。哎呀，他們點頭如搗蒜。鳳哥，你就買個點法嘞。我咪做啲拿來炒雞肉啊，糖醋雞肉。哦，它可以做果醬。可以做對啦，係啊。OK，你們講的我都很同意，我就不多說了啊。總共呢，其實鹹是甜都做的。最主要可以係叫咩參賽大家都有乜嘅創意來進行最波米館嘅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有想到冇？都在六神做出乜嘅創意本點，評審先生都冇想到呢。你也給風吹帶來菜名都乜嘅？落在你心裡面。誰？馬莎，我講清楚哦，莫讓團一呢。好啦，不要再整我的隊友了。好啦，亞出菜呢，真的有表達滿滿的這個愛意在裡面。好，最波米館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接下來咱最冇得到分數哈，問一下咱最後最後的殺手鐧會帶出來六宣法嘅菜名按度。謝謝紅點龍。而每一關哈，只請我問一下，就係咱這個姐有信心冇？有。只請我有哦。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。用人氣票選來決定男主持人的話。不行，不行，本意較重要。哎呀，你好偏肉啦。哎呀，我看一一定有水果冻冻呢。你那先挖那个，那我先切。哦呀，面线哦。呀，还肉里面。刚才是說催眠的哦。落在你心里，好，我接受。肉里含個肉神花。哦，哎，好有創意哦。那個麵哈，佢係用肉梨去做誒。真的。肉梨麵線，呀，我愛老給做成肉梨泥那樣，把它壓碎那樣。今天我們做這一道菜是甜的嗎？就酸酸甜甜，呀，還乜嘅呀，叫優格啊，優格，自己做的嗎？呀，就唔免我自己做誒。那口內係冇湯的哈。係啦，無糖嘅優格，盡量少甜，有啲咧酸酸樣。哦，然後醬料就
就好诶。哦，所以你遐面线系采铁农夫几条研发的哈。你係農民，安尼推動嘅農民，佢係酪梨農，佢就拿有安樣想法，佢就拿做面線喲。所以台東的酪梨咪凍就名哦。係啊，你係拄拄係盛產期。老起來要冰鎮的哦，冰鎮。係冰鎮糕。你鳳阿姐，我提前把看到有用那種豆兒來切。起因，我也都是这样。真的吗？嗯，那種痛須其他都會選，我都要去皮啊，因為我要切丁啊。哦，所以你這個水果有哪一道啊？玉芳姐，奇異果、蘋果，還有小番茄。哦，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3個都來哈。哇！該不會又要做全餐了吧？沙拉啦。風電弄了在創新的想法，從哪片來嘅？冷沙拉通常都是用碗裝嘛哈，那因為想說來個小創意，把那個沙拉哈用那個酪梨，不這個洛神對，裝一下。要去做飯哦。哎，好。可是我們不是要用蜜餞過的嗎？等一下沙拉的時候會放進去。哦，所以是用酪梨本身，洛神，甚至都是因為害我分神。都捱開嘅。洛神本身，我啲都爭個標一洛神嘅含酸甜。錯。一杯都有5杯嘅鮮豆咪係6串。錯，一般的沙拉都用個小黃瓜咩？啊兩擺吼，用兩毛豆，啊兩挑夫吼，做個連金米的秘密武器。歐美秘密武器？為什麼？因為一般吼做沙拉，不會放豆腐。對啊。那沙拉這個馬鈴薯澱粉很多哦，好，但是它算是優質的澱粉。對啊。但是呢，一般都是用美乃滋，但是我們不用美乃滋，我們用豆腐加優格。哦。該幫你買個東西啦。啊，你呢？關山刺松哦，會種個黑米。黑米我超愛，這裡有紫米嗎？黑米嘿，一種品種嗎？還是對，就是紫米嗎？對，就是紫米。紫米啊，都是黑的嘛哈，糊安的哈，快乾哈，所以我都加個那個金針菇，調香啊，切香的來啊，汆燙一下。先幫你做一半，等下過來看應該就做亂。好。哎呦，本機有一啲的染色啦，顏色好，給你一點顏色瞧瞧。對啊，我給你紅色。你給我紅色哦。哎，不會徐姐就加通嘞哈。然後係蜜餞會加通啊，係啊。你都在匈牙利料理的時候，會不會想說麵線煮跟水果一起到底合不合嘞？其實我有想過呢，蠻搭的。他也是吃了1個禮拜了。你要冰落去就要本機有一點口感喲，姐姐，我給你一個建議，等一下他們會嫌說豬腳太少，你要不要把洛神跟含酸甜不用改一些的？他會說你的其他東西卡抖，因為你的酪梨胃口那下衝掉哦。你就講到把他嘴巴堵住。哎呀，對。哦，你係愛到就愛，你準備兩個水果誒。姐姐，你真給我再幫你加1湯匙啊！唔拉呀，1湯匙好不好？好啊。因為其他真給我講你唔拉。唔過縫就錯嘅啦，唔拉縫啦，嚇，縫下要指啲啊樣。的，不要再吵我。係。啊，你都計下嘅頭殼素係用到哪道？頭殼素啲兩地方。哦，算呢。要不要先蛋搶我試看？因為我覺得兩邊的可能。我覺得可以，來。兩邊應該是各自家裡一起㗎走誒。當好食咯。有冇？用飯要斜嗎？要斜哈。我老實說，你張媽媽做的好吃誒。你係你媽媽做嘅。加油差唔多誒，嗬。好，恭喜。哎，怎麼個先用題嘞？大家看看，我穿下。為什麼會有銀鈴般的笑聲啊？總就冇人聽了。冇怪人家下問幾個係下甜掉係酸掉，唔係嘟好。了就前多種水果，看兩個奇異果，有個藍莓，還個咧蘋果，還有香蕉，還有那個tomato。呢條你阿餐嘅維他命 C 凍多咧。係啊，好健康哦。因為呢條這邊準備嘅全部係石墨因，好像用美白的水果。對啊。加油差唔多誒，嗬。好，恭喜。誒，怎麼個先用題咧？喂，兩片整個都用題啦。漂亮哦！
呢，今天没看过。哎，我要吃这个。哇，这边好漂亮哦。紫米花青素超高的，它色变漂亮。啊，你要漂亮快些哦。哦，好漂亮哦。咱要个沙拉放进来，发放底杯。等一下，我想拜托甚至帮他翻面。好。这福利时间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就算破了，他们也不会生气。可以帮我们翻面吗？来，这里。这样，但是你也可以从这里翻。帮我颠锅。哎，大家看这，吹一下，吹一下，耶！好厉害！哦，感觉帅哥就会好凶手啊！好厉害！太开心了！对。为什么会有银铃般的笑声啊？总叫我跳了。哎，你倒转了看一下，记得跟他讲地北都的沙拉，好漂亮哦！除了跟马铃薯，还有干嘛的？红果果鸡豚，果肉笋花，果优格，底杯有3粒鸡豚。我们这个泸心饭还有寸豆豆嘛，我们可以试吃看看吗？好啊，要个有醇呢。很酸哦。这看它酸哈。我们吃过了。真的吗？很酸。这是蜜又酸饯吗？又咸，又酸又咸哦。为什么会咸？因为我要加进这里。哦，又酸又咸哦，它不是纯粹的蜜饯哦，好吃。哎，对，亮起来了，亮起来，精神都来了，对不对？还要很好。眼睛已经很小了。地北都还没有加柠檬啊？没啦，你看第几种会安永也做结合嘞。哎，两种的蛋肠。嘿啦，叫侬配那个琼花丝落去。嘿啦。啊，皮那个 Q 还是下伊，没但是是给你。对啦。所以摆盘呢？哎，摆盘呢。那我们要去倒数了。好。天场马松可是都升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呐！最本名一馆有那个Lawson煎筒做出来的料理，耐煮较占对哦。第二关呢，系用那个 Lawson 法 Lawson 哦来做那个咸酸甜做煎筒编出来的料理，先来吃看那风吹的料理哦。哇，这当个很点一扎个蓝莓冻酱哦。那个酸红酒落呢个酱会闻到哈。这味道呢，因为又加酸又加甜，我觉得它就是像大家常常讲，就是爱情的滋味，而且给我记得很凉爽、很清爽，又把这个 Lonely 和个 Lawson 是创意满分的。像迄亲戚配因为有肉梨啊，肉梨的个底杯，还有那个洛神花个蜜饯的汁那样，酸酸甜甜，所以呢就甜在心里面那样。把这些东西添落一起了哦。真的是那个分数会直飘破天际，因为激动扣一批，它就酸酸甜甜的解暑的那种感觉。有满足211吗？没有，有点不及格哦。不会啦，加一个卤蛋就很好了。哎呀，错，给个是款蓝脆的鸦片哦，也算是一个套餐哦。给个吃款，好吃。它取写的是这吼，那姜跑个落心哦，会太酸。那讲个马铃薯的个沙拉琼花学是这哎。电脑变都堵好了，真的，而且刚刚台记呢给接下来做那个洛神花蜜饯，它是偏酸的，我们这边是偏甜的，不受利用族呢有懂米和某 Q， 两种做法都很好吃。沙拉酱用个豆腐，还有优格，两种的它营养的东西。冻切片，不喜欢用水果，很健康。一般因为老个沙拉啦，然后亲戚配两个紫米哦，这要按样会有一个饱足感啊。cái紫米我啱取到係畫龍點睛哦，煎過本身嘅鵝背係有啲叉叉啦，所以佢去凍香，我都在師傅用版評分咧，夾你看咯。甚至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冷脆熱款，你下嚟看下阿峰哥搶本分數，搶到係冷脆香香，甚至師傅先公平。好，我先来讲了蓝腿料片吼，你这个做个料理总有层次，像刚才用个黑米来做，伊就煎过，伊个香味就出来。它含有个芋泥呢，吼，伊虽然讲无留了个美乃滋，啊，不过就适到个美乃滋个口感哦，懂好生。啊，凤腿料片呢，有一丝丝的大松，因为了个水果全部都是酸个东西。做得留一丝丝的糖啊，本身就该甜味出来啊，唔会适到了个面啊，用酸那样。哦，感谢。玉芳，
拍摄啊。好啦，你想要去冻简单，其实应该酱油我们做了重点，该含酸甜用甜薄，因为头还有综合，还有点是来讲。人家200拼的拼嘛，创意奖，创意奖应该讲应该免洗面的做用剑的，其实都在那个嘴巴里面是有层次的，是还好啦，是正菜一点的哦。第二片哦是讲我们提110度该软剑黑糯米，表现的动口，还有该么个小小灯笼以外，嘿，最佳创意啊，做动口，金毛，谢谢安之 C。好，没想到蓝队最波迷呢，竟然逆转平手，马上出来颁奖喽！因为成绩已经出来耶，2队都可以得到2分，平手都可以打头名哦。恭喜恭喜！现在恭喜凤翠得到前2名的大赛金。哇，14位哦！也给咱看下逆转胜的蓝队啦，1500票的大赛金。唐一还有我们学姐啦哈，健美姐呢之前有乐高哎，下摆天一摆来参加，心情让班老太下分享一下。天一摆来就还冇按紧张，跟别的对手们真厉害。对，好姊妹们。对啊，你大家共下来参与那个主菜吼，高神气。好料啦哈，好料。过来哦。哦。我们每一年来这里都会看到他。哎呀，去听爱哦。哎呦，玉芳姐，老太请分享一下。天一擺參加呢個節目吼，真歡喜啊！來參加呢個節目，咁樣大家，很支持。安尼擺個帶人欣賞啊，生日呢啊，看下來。總得土嘅老公窮下來啦。對阿志的哦，對哦。以後啊，我們去到外地，你都要跟着我們來哦。對啦，收視率都會變高誒。對啊。好，大家來看下咱這個阿姐哈，竟然逆轉勝呢。哦，安尼。不會哦，我覺得係阿姐。你老師分享應該得獎嘅感言。哦，今日第8來參加一個一家之主，哦，真的幾歡喜，啊嘛，真的可以食到幾多好食的美食，他個做出來嘅餸攏幾好食。希望人民也嘛攏會推動來家人安尼啊，他個安尼見面啊，我幾想呢，哦。他是想他啦。你是想對吧？我想大家呢。有儂阿姐老大家分享一下。好。第8來參加安尼節目吼，對我來講吼，很大的榮幸吼，真歡喜都出嘅吼。那順去以後啊，安尼客家嘅電視台，我愛10萬可能嘅。好，做安尼學嘅客家吼，較有機會進步吼。明年也點爭過來嘅時間吼，希望吼我做嚟做向導，來好了，秘境咯，好，等於安尼好啊。好，越聽愛。國謙，你搞錯了，他是要帶他去而已。不是帶我有嗎？我眼睛一直看你，沒有看他哦。下次玉農姐可以報名，那我們那個春香姐再說。春香姐做幫俺壓嘴耶。可以啊，好了，今日真嘅呢，係10分歡喜，看姊妹去下來要特別參加比賽哦。你看，最主要呢，還加有食到歐做嘅好食的料理啦。所以呢，各位觀眾朋友，香港你看嘅節目，當上來看啊，師傅都帶現場佢做出嚟料理，好食也唔好食，你都用辦法，你也可以衝着師傅而來哦。係啊，所以你到底要下下看電視吼，要知道講啊，上電視會挺緊張嘅朋友，唔是咁，因為要選舉到兩片吼，看帥哥心花開，吼，大家都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，歡迎你去下來都要到位嘅大雕師分享無卡嘅好美食，兩百再見，拜拜。